2024年2月初3，台北财运备案，监察院通过前财运局局长谢宝金等8位官员的弹劾案。经过了将近4个小时的讨论，监察院弹劾审查会下午以几乎全数同意，通过了对捷运局前局长齐宝珍、赖世生等8名捷运局中高级主管的弹劾案。弹劾理由包括议程编列监督不当、依付款项合约无同、工程改变不当、浪费钱等4项重大缺失。1997年2月初3，伫外界不断质疑的压力，当咧成功岭训练的查某囡仔决定无要领薪水，避免外界认为因是去成功岭度假。教育部原本规划在成功岭受训的女生和男生一样，在结训时领到薪饷。只不过女生受训是志愿，又不算为国服役，因此这一笔钱的名目是零用金。以女生19天的训期计算，将发给大约3300元新台币。教育部估计，安尼会使省68万9千块做教育部的经费。放弃薪水的查某囡仔嘛讲，因接受历史性的训练，就算无领钱嘛同款真有价值。